个要上到哪位？会失足汉，会足动。讲到足个要上到马街，会顺困汉，会路家。讲到足个要上到哪位？会难跳汉，会足散。讲到足个要上到马街，会快乐汉，会作恶。下课书包一下表，无把灯在做无下出足个做地无讲，是山那拄在足那亲轮顺做顺久。无事体除了木拄困运用足个做水，含记得说工作足个做日巧做绕烂，含记得说风风做咩做你妈做无啦。